我敲击盲杖，小心地走进一条小巷，拐角的阴影里突然伸出一双手，捂住了我的口鼻，耳边传来一声得手后的愉悦轻哼。他却不知道，我也早就盯上了他。啪嗒啪嗒，我一边用盲杖在身前来回清扫，一边谨慎地前进。这里是云城最大的城中村，各种蜿蜒崎岖的巷子连接了这个国内人口密度最大的社区。迷宫般的地形和复杂的人员流动让这里成了黑暗滋生的角落。除了实在没有资本的本地人和暂时来落脚的外乡人，这里不知道藏着多少已有或潜在的罪犯。暴力、争吵、鲜血，居民们早已习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，要么加入，要么漠视。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原本任何一个还有点办法的人都会尽量的避免住在这样的地方，而我却在上周主动的搬进了这魔窟，因为我最好的朋友林倩已经失踪快1个月了。警察除了透露这很可能与一起多位残障人士失踪案有关外，始终没有更多的进展。从林倩失踪的第一天起，我就自发的开始调查。当得知那起连环失踪案的第一位已知受害人已经消失超过1年后，我决定不再等待下去。我要找到林倩，哪怕是以自己为代价，因为如果没有她，现在的我也根本不会存在。在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里，是身为盲人的他一次次克服万难敲开了我的门。他会花几个小时用双手摸索着给我烤一盘香喷喷的饼钱，也会拉开窗帘把我拖到阳台上，让我和他一起感受阳光洒在身上那暖洋洋的幸福。时间可是很珍贵的，初夏每一天都要静心哦，他总是这样说。现在轮到我把他带出黑暗了。林倩最后一次出现的地点就在离这个城中村不远的一家咖啡店。他一直计划着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咖啡店。谁说盲人就只能做按摩了？我还记得他说这句话时脸上洋溢的小骄傲。在决定主动充当诱饵揪出犯人后，我每天除了研究案情锻炼体能外，就是蒙上眼睛练习在无关的黑暗里生活。这件事我只告诉了梁一舟一个人，在我所有的朋友里，可靠且看得见的也就只有他了。1周前，他终于通过关系拿到了一块植入式 GPS 芯片，我很快接受手术将其植入体内。能够犯下如此多的罪案，对方一定十分谨慎，大概率是个团伙。因此为了尽量显得真实，1周只能在外围远程辅助。我必须孤身进入最危险的区域，假扮盲人。一旦我的定位出现了异常移动，他就会立刻通知警察赶来。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尸体，我们推断对方的目的可能并不是杀人。那么只要在初期周旋得当，这次行动是很有希望成功的。今天已经是我搬到这里后第3次出门了。这是一条之前没走过的新路线。我戴着特制的墨镜，透不过一丝光亮，必须像真正的盲人一样依靠其他感官来行走。鼻尖转来属于奶茶的甜香味，这是属于黑暗世界的地标。我默默地右转90度，拐进了旁边的小巷。城中村的道路本就坑坑洼洼，极难行走，路边还经常停放着各种车辆和障碍物。我只好十分小心地用盲杖试探，认真地辨别方向。这时，我听到了一阵非常轻微的脚步声在靠近。这么快就要找到凶手了吗？我微微捏紧盲杖，故作不知，放慢脚步徘徊。只听到那窸窸窣窣的声音也慢了下来，并且离我越来越近。确实是冲我而来的。就在声音停在我身边的时候，我已经绷紧了神经。突然，身后传来了一声怒吼：“嘿，你干嘛呢？”我吓了一跳，不知是不是过于专注在身边那个人上，我并没有听到身后还有另一个人出现。这时，只听身旁的呼吸一乱，接着就是一个人慌乱跑走的脚步声。刚刚出声的人一边怒骂一边跑过来，到我面前的时候，突然声音小了很多：“小姑娘没事吧？我刚刚看那个人拿刀划你包。”他顿了顿，像是才发现我手里的盲杖，更加小声道：“已经划了个口子了，你快看看。啊，不是，你检查下有没有掉东西，我帮你去追。”我把包拉到胸前，摸了摸那个小口子，轻轻的摇了摇头。谢谢你，没关系，包里没放什么重要的东西。你要去哪里？我带你过去吧，这块难找得很，你说你。他哽了一下，把要出口的话咽了回去，接着道：“这里挺乱的，你一个小姑娘别在这里乱走。”声音听起来应该是个莽撞而热情的大叔。我猜他想说我看不见，但又怕戳到我的伤心处。因为刚刚那出意外，我想今天怕是很难再遇见我想找的人了。于是便让大叔把我带到便民超市。他一路上热心的念叨个没完，一会儿批评我不尽责的家人怎么没在身边，一会儿又给我介绍路过的店。我只装作内向胆怯的样子，不怎么吭声。到了超市后，离我住的地方就很近了。我道谢后告别了大叔，我能听到他还不远不近的跟着，直到看到我进楼里才放心的离开。林倩失踪以来，我在这混乱的黑暗里久违的感受到了温暖。那天以后，我又换了2次路线，然而都无事发生。于是我今天挑选了一些更偏僻的小巷。尽管告诉自己这件事急不来，但对林倩的担心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发强烈。在这不安的心情里，我挥动盲杖的幅度也大了些。突然，盲杖那端传来敲击在肉体上的触感，我立刻意识到我的右前方有人。然而我一路走来都没有听到这里有走路的声音，说明他很可能一直就在，甚至是刻意蹲守。耳边传来短促的抽泣声，电光石火之间，我有了一个猜测。我并没有转身就跑或者大声呼救，而是屏住了呼吸。果然，那阴暗的角落里很快伸出一双手，一块味道刺鼻的布被用力的按压到我的脸上，口鼻都被堵住，我感到一阵头晕恶心。我努力保持理智，像之前演练的那样假装挣扎了一会儿，然后晕了过去。有个人粗暴地扛起我，我听到他得意地哼了声，嘟囔道：“
嘿嘿，这样还真有效。一个小瞎子还不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，他的手在我身上乱摸了一把，我强忍住让自己保持放松的状态。又是一个人渣，但听他这话的意思，像是第一次犯案。我对他所说的药有些兴趣，搞清楚是谁卖的，说不定能查出些什么。判断出这不是我要找的人后，我决定立刻出手反抗。就在我悄悄伸手准备摸向藏着的辣椒水时，不远处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：“嘿，怎么又碰见个杂碎？一个星期见义勇为2次，是之前那个帮过我的大叔。”于是我选择先按兵不动。你想干嘛？我警告你不要多管闲事。扛着我的人有些慌乱，色厉内荏的喊道。我没有听到大叔的回答，只有一阵迅疾的脚步声径直靠近。没等人反应过来，便是一个响亮的巴掌声。我感觉身体猛地摇晃起来，接着被摔在了地上。好在高度并不高，我顺着墨镜滑落的缝隙偷偷瞄了一眼。战况实在惨不忍睹，没2下子，之前企图绑架我的人就被打得嗷嗷求饶。我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，我也是第一次做。他跪在地上，抱着头大喊。趁着大叔停手的功夫，他突然猛地窜向了另一头巷子的深处。我心里有点着急。这时，大叔走过来，捡起了掉落在我身边的瓶子。就靠这种东西，在开放性环境里根本迷不了人。他有些不屑的点评，然后转向我道：“小姑娘还醒着的吧？别装睡了。”我正想顺势醒来，问问这瓶子的事。人虽然跑了，顺着这个药说不定也能查到点什么。然而没等我做出什么反应，手臂突然被人抓住。我感觉胳膊上一疼，被注射了什么东西。不好！我下意识想挣扎，然而在药物的影响下，身体越来越无力，意识也渐渐远离。在最后一段迷蒙的视线里，我只模糊看见一个路人脸的中年男子，他的声音带着亲切的调侃之意。人还是要学点专业技术，然而脸上却是一片漠然的冷漠。再次醒来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被捆住手脚，关在一个昏暗的小房间里，脸上的墨镜，身上的所有手表饰品都不见了，就连衣服也被换了一身，嘴也被堵上。我体内的定位芯片是靠电子手表供电的，虽然现在手表没了，但原来的电量至少还能撑1周的时间。不知道此时距离我被绑过去多久了，当位置大幅变动的话，1周应该很快能发现异常，说不定此时已经在和警察赶来的路上了。我现在的处境称不上多好，按照最好的预期，我或许能在被绑架的阶段，就利用歹徒的松懈和随身准备的道具拿下对方，然后和警方一起顺藤摸瓜找到失踪的人。没想到那个大叔，回忆起昏迷前的最后那个画面，我的心里涌上一股寒意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也很难想象有着那样热忱关切声音的人，会是一个披着人皮面具的恶魔。倩倩也是这样被骗的吗？我几乎是有着一股强烈的直觉，这个人就是导致林倩失踪的元凶。此刻，尽管之前准备的很多东西都白费了，可以说是计划里最差的情景，但至少我终于靠近了真相。我靠着墙壁挪动，先让自己坐了起来。藉着缝隙里的微弱光线，我发现这是一个装修简单、有些破败的房间，里面几乎没有什么家具，唯一的出口就是房门。而另一边则是一扇被木板封起来的窗户，光线正是自那里透进来的。闭上眼睛，我将全部注意力放到耳朵上，擦擦的剁菜声，模糊不清的电视频道音，争吵打骂的声音。这里居然是热闹的居民区，而且一切都有种熟悉的感觉。我挣扎着挪到窗户边，透过缝隙努力向外望去，更加熟悉的景象跃入眼帘。这里竟然还是那个城中村。糟糕，我心下一沉。之前我和一周都认为城中村只是歹徒下手的地方，急着混乱的地形掩盖踪迹，再把人带到偏远的地方。毕竟人多也意味着眼杂，藏在这里不怕暴露吗？更糟的是，由于植入式 GPS 体积受限，定位并不能做到非常精准，只是一个数十米的范围。也就是说，一周很可能还没发现我出事了，怕是要等到晚上联系不上我才能察觉。而且就算到时他带着警察来了，如此庞大繁杂的居民区里想找到人，只怕也并不容易。我还没来得及思考出对策，就听见最外面有人开门进来了，赶紧挪回原位，打算装作还未醒来的样子。刚躺下，里间的门就被踹开了，2道沉重的脚步声转了进来，接着响起重物落地的声音，有个人被丢在了我旁边。进来的其中一人有些诧异，咦，这里怎么还有个人？一道上了年纪的女生回答道，徐哥今天出门捡着一个，这玩意儿还能捡到？一只手粗暴地把我的脸搬了过来。你可别瞎动，今晚有客人来验货，不能弄坏了。那女人警告了一句。切，谁稀罕？你绑好了没？饿死我了。弄完了赶紧出去搞点吃的。又过了数十秒，2人终于起身离开，但并没有离开这个房子。外面响起了电视的声音，看来他们会守在隔壁。我回想起了刚刚他们透露的关键信息，今晚客人验货，看来这确实是一个人口贩卖的团伙，不是变态杀人狂就好，至少林倩还有活着的希望。我在地上躺了10多分钟，等外面的人沉浸到电视剧情里，才小心的再次坐起来。或许因为他们绑的大多是盲人，除了捆住手脚堵住嘴，并没有在房间里再布置什么障碍。绳子的绑法也比较粗糙，只是将双手背到身后绑上，甚至没有和捆住双脚的绳子连在一起。因为提前做过各种研究和练习，我还是比较有信心挣脱的。只不过身体还没有完全过麻醉药效，不太使得上力气。我猜想他们后续或许还会继续喂药控制。这10几分钟里，我总算攒够了力气，小心的弄掉了手上的绳子，然后提前做好了更宽松的绳套，以便之后能快速恢复被绑状态。
没去管脚上的绳子，我小心地挪动到窗边。根据外面的天色以及楼里的杂音，我判断此刻大概是在6点多的晚饭时分。那么最多不超过2个小时，1周就会发现不对，带警察过来。那时候我要试着制造一些动静，或者干脆趁乱逃跑。环顾四周，我用屋里为数不多的家具，小板凳，从封窗的木板上小心地撬下来一颗钉子。就在我准备一鼓作气再撬一颗的时候，刚刚被扔进来的人突然挣扎着呜咽起来。我不希望外面的人现在就进来，赶紧飞快地爬过去，撒开胶带，取出堵住我嘴的布。我一边轻轻地抱住他，一边用气声说道：“别怕，别怕。”他在我碰到他的瞬间剧烈地颤抖起来。好在在我的不断安抚下，他不再出声，人也渐渐地平静下来。我今天突然被绑到了这里，外面有人在看守，你能听到吗？我抓着他的手摸了下我腿上的绳子，他用食指在我的手心点了一下，同时点了点头。我现在帮你把嘴上的东西拿下来，记住，千万不要发出太大的声音。他连忙点头。终于可以交流了，我立刻问道：“你也是今天被绑架的吗？”没想到这次他却摇了摇头。得到这个回答，我有些意外，却也精神一振。这姑娘说不定知道些什么。经过一番小声的交头接耳，我得知她是大约是前天被绑架的，中间被喂过2次饭，而且地点竟然不是云城内，而是与隔壁安城的交界处。那边除了她还关着大概5、6个人，有大人也有小孩，大人全是女的。她猜测被绑的人大概也都和她一样看不见，因为喂饭的人总是叫他们死瞎子。关了2天，有人在外面说了句这批够了，然后就又被挨个打了麻药。再次醒来就是这里了。听了这些话，我发现这个犯罪组织远比我想的要庞大，甚至可能是一个涉及全国的人口贩卖团伙。而我们都被聚集在这里，我想或许是因为这里是一处交易地点。把一滴水藏起来的最好办法就是放进海洋。这个城中村每天来来往往的人无数，其中谁是屠夫，谁是猎物，谁是买家，根本无人在意。一时之间，我们都沉默下来。我突然想起来道：“还没来得及问你的名字，我叫计初夏，杨云，我叫杨云。”他重复了2遍，整个人又微微的颤抖起来。我从那竭力压抑的声音里辨认出了几声：“妈妈。”我自小没有父母缘分，不知道该如何安慰，只能又重新抱住他，轻抚他的肩膀。就在这时，最外面的大门响起了规律的敲击声。我们俩俱是浑身一颤。我帮你恢复原样，别怕。我迅速拿起布和胶带，把我们的嘴堵上，手也背到身后，穿回绳子里。房门被打开，我们惊恐的不断向墙角挪动。屋子里的灯被打开，我做出双眼涣散的样子，没有看向来人，只投向虚空的某处。怎么就只剩2个了？这批货您刚刚也都看过了，这边是多出来的。如果还是不满意的话，就需要下定制单了。那个要贵10万块，买家这么快就来了，我得留在这里，不能被买走。这次的大玩具也太少了，而且你看看，都这么瘦。一只干瘦的手扯着我的胳膊说道：“买回去可是要给我儿子用的，看着不像能生的样子。你们这大玩具卖的可不便宜。”我装作惊惧恐慌的样子，不断的加快喘息，接着咳嗽起来，而且越来越剧烈，一副撕心裂肺即将背过气去的样子。堵住嘴的布压住了绝大部分的声音，却也使得我的样子更加狰狞。那人一把扔开我，连退了几步。怎么咳成这样？别不是有病吧？可能是看我真的快憋死了，有人上来扯开了我嘴上的胶带。趁着布被取出的瞬间，我狠狠心咬破了自己的舌尖。哎呦，怎么还咳血的啊？真的有病啊！屋里的好几人都再次远离了我，连带着杨云那边也无人过问。啪！我的脸上狠狠地挨了一巴掌，这一下又快又狠，我几乎是眼前一黑，差点真的昏厥。看，这不就不咳了？哪有什么病吗？蹲在我身前的人态度不错的和那些买家解释。我努力的把脸偏向地面，身体也蜷缩起来，时不时压抑的咳上1、2声，伴随着身体的痉挛颤抖。买家们齐齐的沉默了一会儿，不知是被刚刚那人的凶狠镇住了，还是真的在纠结。可我就算了，我还是直接定制吧，给我挑个健康好生养的。最终还是最开始的那个老妇人接了枪，其他人也都附和了几句。就是，还是再挑挑。旁边的人站起身来，也不生气。那行，要看小玩具的跟我来，要定制的出去找张姐登记需求，身材、年龄想要什么样的都可以提。屋里的人陆续退了出去，他却并没有走。我能感觉到有道目光还停留在我身上。可吧，真有病了，还有其他好去处，人身上哪里不值钱呢？他最后玩味的念叨了一句，也离开了。我趴在地上，平复状态。老实说，刚刚那一巴掌的威力简直比麻醉的后遗症还厉害。这帮人似乎都很善于伪装，上一秒礼貌交谈，下一秒就能露出狰狞面貌。还没等我缓过神来，门口又进来2人，说着那边空了，一起带过去。然后我们就都被扛了出去，没有经过最外面的大门，他们似乎把这一层都打通了。被带进新屋子后，我没有轻举妄动，藏在角落里悄悄地打量环境。这里总共关着8个女生，大部分应该都是盲人，唯有一个腿脚不便的眼睛上被蒙了厚厚的黑布。好几人的状态都比较差，不是有被打过的痕迹，就是病恹恹的。没过一会儿，门又被打开了，一个膀大腰圆的中年妇女提着一桶菜饭进来。有的人竭力地挪动着远离声音，还有的一动不动，仿佛灵魂已被抽走。那妇女又出去了一下，提着一把菜刀和一摞饭盆回来。今儿个又来了新人，规矩我就再说一遍。她不慌不忙地把东西放下，一边打饭一边说道：“一会儿把你们嘴里的东西取出来，是让你们吃饭的。谁要是胆敢发出一点声音，我不管你是想哭还是想喊，我这里有把刀。”
已经砍下过好几副蛇头了。他说到这里，拿起那把菜刀在桶上狠狠地磨了下，一阵让人耳根发酸的尖锐声音让我皱起了眉。我瞄到杨云浑身颤抖了起来，接着他挨个的在我们面前放了一盆饭，又扯着头发把我们按到盆前，找到位置。由于手被捆着，我们只能以跪趴的姿势，像动物一样去吃。我担心饭里被下了药，只是假装吃了2口，又偷偷的吐到衣服口袋里。好在那人也根本不管我们吃没吃，只握着刀冷冷的扫视。大约10几分钟后，吃饭的折磨终于结束了。那妇女把我们挨个堵上嘴后，就带着东西出去了。我开始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办。这伙人的规模之庞大，手法之熟稔，心理之变态，确实远超我想象。目前我可以利用的主要是2点信息差：一是他们不知道今晚会有警察来搜查；二是他们不知道我可以看见。我需要充分发挥第2点优势，提前做好准备，在第1点发生时找准时机发难。之前我已经解决了绳子的问题，藏起了一颗钉子。现在我需要尽可能多的盟友。思索之际，房间的另一角断断续续的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。我略微调整了自己的方向，循声望去。微弱的光线下，我的目光在那片角落细细逡巡。突然间，我对上了一双机警有神的双眼。双方均是一怔，我们无声的对望了一会儿。片刻后，眼睛的主人露出一个友好安抚的笑，我也放下了些许戒备。很快，他也挣脱了绳索，悄悄的来到我身边。别害怕，我是京城警方派出的卧底警员，我叫许思文，我们追踪这个人口拐卖团伙很久了。他对我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，然后小心的解下了我嘴上的封锁。我们互相交换了信息，我才知道原来早就有专案组在追踪这起案件，而他们决定行动的日子也恰好就在今晚。他也没想到会有平民做出如此危险的举动，有些无奈。我却没什么好后悔的，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就那样什么也不做的等待消息。如今撞上警察收网，岂不是老天都在帮我？徐警官表示，因为这伙人十分谨慎狡猾，又有多个窝点，他们目前还在外围布控，需要等所有地方都布置好在一起行动，以免打草惊蛇，放跑一些人。接着他又起身查看了大家的伤势情况，并挨个的安抚鼓励。我则在墙角将钉子磨得更尖一些。这时外面打牌看电视的声音突兀的消失了。我示意徐警官赶紧先伪装好。外间陆续响起几声问好，看来是来了个小头目。不知道那人做了什么，只听见一些脚步挪动声，好像是把人聚集在了一起。我凝神听去，接下来的一句话却在我脑中炸响了惊雷。这批货里混进了条子，他们知道了。这些人难道在警察里面也有关系？不仅如此，这个声音竟如此熟悉，他就是绑架我的人。想到他那面无表情、谈笑风生的样子，我顿感事情变得棘手。外面一阵喧哗议论，我暗自猜测他们会怎么做。只听为首那人语带轻松的说道：“要找出来还不简单，彪子，你去。”因为始终在屏气凝神的听着，我确信他后面什么也没有说。他打算做什么？我的脑海里甚至能浮现起他那嗓音带笑、目光冷凝的模样。还不等我想出什么，门已被打开。怎么办？如果这个时候被发现我的异常，根本解释不清。我感觉眼前逼近的不是人，而是死亡的阴影。我低垂着头，将自己融入惊慌的人群，目光无意识地穿过刚进来人的脚。看到外面房间的情形，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。电光石火之间，我只来得及将头撇向墙壁，并浑身僵硬地竭力控制住自己的身体。啪的，灯开了，整个房间一瞬间亮如白昼。我浑身僵硬的像块石头，眼睛在刺激之下流出泪水，迅速滴落在地，被我遮住。刚刚外面房间的灯也被关了，然而我做出了应对，徐警官却被下意识的反应出卖了。立刻有人说了句那边那个，将他拖了出去。我甚至都不敢看向那个方向。绑架我的人只淡淡的说了一句小声点，记得弄前镜了，然后就开始吩咐人进来给我们打麻药，尽快转移。凉意一点点的爬上我的脊背，短短几分钟像从死亡的深渊爬出。注射的人很快来到我身边，扯过我的手臂。我竭力的让自己冷静下来。就在他把针扎进我肌肉的瞬间，外面突然传出一声咒骂，紧接着就是打斗追逐的声音。我趁着那人的注意力被吸引，飞快的错开，让衣服吸走液体，接着模拟出之前被打了麻药，逐渐丧失意识的状态，往后躺倒。那人回过神来，看我已经晕了，便去了下一个人那里。一阵玻璃破碎的声音响起，我依稀听见不知是跳下去了还是掉下去了。快点！我第一次听见绑我的人用这样严肃的语气。动静这么大，条子很快就会过来，赶紧的！我突然意识到，这应该是我最好，或者说最后的机会。这种机环外的转移，他们的防备不再那么严密，而且真被带去另一个地方，警察未必能那么快找到。不能被动等待，我需要把握住这次时机。我被一个人扛起，头朝下趴在他身前，肩膀顶着我的腹部。因为我一直待在角落，他正好走在最后一个。下楼时，我急着身体的晃动，悄悄地解脱了双手。脚上的绳子之前也早已调整过，目前只是虚虚的绑着，用力一扯即可。在一个楼梯的拐角，趁着这人和前面的队伍产生了视觉死角，我猛地往后一坠，双手拉起绳子勒住他的脖子。他被我整个人向后带倒。落地后，我迅速扯掉脚上的绳子，然后一脚将眼前的人踹向听到动静跑上来的人的方向，接着头也不回地向上跑去。再往上2层就是我们刚刚出来的地方，我怕又碰上他们的人，只上了1层就飞快地跑向楼道另一边。这里的老居民楼门口总有很多杂物，我边跑边推倒当做障碍。
一路动静不小，却没有一个人开门查看情况。我也不知该不该庆幸这一点，毕竟这栋楼搞不好都是这伙人的窝点，比起出来一个人抓我，我宁可没有人出来。很快来到了楼道的尽头，幸好老楼的走廊都没有封窗，我颇为惊险的像动作电影演员一样翻到了车库的顶上。之前为了这次行动拼命的练习，终究没有白费。然而后面的人追得很紧，我担心在平地上会更快被抓住，于是跳下去之后又悄悄地溜进了另一栋居民楼里。上到2层，我蹲下身子，让走廊的围栏遮住我的身影。趁着这点时间差，我来到亮灯的门口，小声地敲起了门。然而一连几户无人应答。再往上1层依然如此。我甚至冒险站起来按了下门铃，确保里面的人有听到。门里传出电视的声音，诉说着人间的日常。屋里原有的交谈声在我敲门后戛然而止。或许在这些人的眼中，我正是那带来不幸的不速之客。只要不开门，就能保卫住那岌岌可危的平静。没有再继续尝试，我从门口的杂物堆里抽出一个铁质的折凳，挥舞起来也能当做个利器。不再去赌有人好心开门，我决定还是冒险出去，试着向外转移。然而等我跑到1楼，还没来得及冲出单元门，已经看到不远处有几个人追过来的身影。这时候冲出去只会被直接抓住。危急关头，我迅速冷静下来，没有往出口跑，而是用杂物尽量的堵住入口后又退回了楼内。这些东西根本挡不了多久，眼下我已暴露位置，以那些人的凶悍姿态，只怕这次更不会有人开门了。我没有向楼上跑去，而是来到了1楼的楼梯旁边，用力的用手中的折凳砸开了一道小门。这片老楼的结构基本一致，我搬过来后早就仔细的探查过我住的楼。眼看着那几人冲到了单元门口，正骂骂咧咧的推开杂物，我朝他们挑衅的笑了笑，然后飞快的转身砸坏了小门里的楼道总电闸，短时间难以复原的那种破坏。电力消失的那一刻，整栋楼像是突然活了过来，各种开门开窗声、咒骂声、电话声，这才像是人间吗？我在一片嘈杂声中轻轻地说了一句，接下来轮到我了，然后引入了黑暗之中。在这个到处摆着障碍物、采光很差，旁边也没什么路灯的破旧居民楼里，手机的打光仅能照到身前的位置，黑暗成了我最好的保护色。身后不再传来快速奔跑的脚步声，而是从不同地方响起搜查翻找的声音。他们果然分开行动了，面对一个瘦弱的姑娘，并不需要抱团行动，不是吗？但我的动作远比他们想象的迅速。我曾经对这样的黑暗如此熟悉，所以我能够快速的适应盲人生活，假扮好这个角色。所以闭上眼睛时，我依然拥有格外发达的听力。所以我绝不允许有人伤害那个曾经点亮我的光，因为我也曾是一个盲人。我顺着楼梯扶手往上，来到曾经走过的3楼。左边倒数第2户，在门口堆积了很多杂物，甚至侵占了左右的空间。我将折凳拉长在身前，小心的挥舞，按照刚刚记忆里的路线，避开各种障碍，迅速的来到了目标门口。我摸索着抽出其中一个杂物堆顶上的基本书鞋子，让它们散落在地，然后又从里往外走，用脚踢开一条路，布置成这里有人不小心碰到东西又离开的样子。接着我回到里面，印象里这里还有个很大的柜子。摸到柜门后，我轻轻的打开，却并没有躲进去，而是重新关上，在积灰的门上留下了一个浅浅的手印。做完这一切，我继续往里走。最后这户门口因为有个突出的承重墙，形成了一个阴影浓重的角落。我躲进这片视线死角，并爬上了走廊的平面。我蹲守的这个位置与柜子前正好互为视线盲区，但我只要略微右移后向左前方跳，就能打击到对方。趁着这层楼还没人来，我反复跳了2次，记住了方位。黑暗里，我感觉自己又回到了那段突然失明的日子。世界就像一个怪物森林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从哪里跳出一只巨兽，伤害到你。曾经简单到不需要任何思考的日常，都需要从头学习。穿衣、刷牙、吃饭，以及最难以预料的走路。但这一次，黑暗带给我的再不是恐惧，而是安全感。因为曾经有人牵着我的手带，我克服了它。哪怕我又回到那个五光十色的世界，我也不会忘记在黑暗里习得的一切。在那段绝望的日子里，我无数次想过，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？而现在，我想，人生没有一份努力会被白费。楼梯口终于还是传来了脚步声。此时距离我从这帮人手里逃出来也不过数分钟而已。晃动的灯光伴随着那人的翻找声一点点的靠近。我尽量让自己的身体放松，像一把缓缓拉长的弓。这是一个很谨慎的敌人，他没有一股脑的走向这块很有可能藏人的地方，而是一点点仔细的搜索过来。他果然没有被散落的杂物痕迹所影响，继续往里，一直走到了柜子面前。出乎我意料的是，他并没有立刻打开，而是站了一会儿后，突然熄灭了手机灯光。黑暗中，我们沉默的僵持着，好像这个世界就只剩下了这片小小的战场。时间变得格外漫长，我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，仿佛他并不是站在柜子前，而是就站在我面前，凝望着我。慢慢的，我有了一种明悟，他是在折磨自己的猎物。假如我正躲在那个柜子里，想必从听到停在门口的脚步声时起，就陷入了无尽的恐慌之中。忐忑、惊惧、怀疑，种种负面情绪会不断的噬咬我的心，直到不堪忍受恐惧的折磨，崩断理智的神经，自己跳进猎人的掌心。然而，打破这场无声对峙的，并不是我们任何一方，是楼下传来的警笛声。我清楚的听到有一辆车就停在了这栋楼下。此刻涌上我心头的，却并不是得救了，而是就是现在，外界的变化终于让他产生了动摇和恍神。
我虽然什么也看不见，却清晰地感觉到了气场的变化，像一把蓄满力的弓，我凭着身体本能飞快地跃出，将折凳狠狠地敲在那人头上。大功率的照明设备从外面打进来，我看清了此人的脸，正是绑架我的那个中年男人。没有迟疑，没有说话，我用力地反复地砸向他的双腿。根据恐怖片反杀第一定律，找到机会后要尽可能让对方失去威胁性，而不是逃跑。剧痛之下，他确实无法站立，但这份痛楚似乎让他更快地从眩晕中清醒了过来。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将自己砸向我，一只手掐住了我的脖子，他的另一只手捂住受伤的脑袋，鲜血顺着脸颊蜿蜒而下。小 X 崽子的，你找死！狰狞的神情让他看起来像一个发狂的魔鬼，我的内心却毫无波澜。一个只会对弱者下手的畜生，看起来再如何强壮，也不过是无能的懦夫。我用拳头砸向他的眼睛，砸向所有我之前学习过的人体弱点。刚从他的压制下翻身而出，我就立刻推倒了柜子，连同自己一起狠狠地压在他身上。警察奔跑的脚步声很快来到了这一层。这场对决终究是我获得了胜利。我看着被压制住的人，掏出一直藏在身上的钉子，做了最后一件事。番外，那天城中村里的所有人口贩卖团伙成员均被逮捕，徐警官也被抢救了过来。在警察的帮助下，我于1周后终于见到了从另一个城市被解救出来的林倩。所有的罪犯都将得到法律的审判，其中有一位要犯，眼部严重受伤难以医治，余生都将在黑暗中度过。